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將會係嚟一個特別配音系列，嚟配音係 get 新 get 就係而家好 hit 嘅成都超人啦。喺配音之前，我哋就簡單介紹佢係呢個出自於2010年嘅夢幻工房嘅一個動漫總之係美國嘅一套劇啦。即係嗰陣就點解會個 get 會有咧？事源係因為咧喺美國嗰邊啦，即係應該係外國嗰邊啦，有個人啦特別將呢套嘢重新配音，自己再加咗啲料落去啦。之後唔知點解聊下聊到中國啦，有人配咗個經典台詞，咁我唔講啦。咁我就先用國語配一配先。好，咁我呢個就係大家耳熟能詳嘅版本，都係國語版嘅。如果大家想國語同粵語分開睇嘅話，我會出咗呢條先，之後我會再另外再拍兩條，一條國語，一條粵語，會特別搞笑，會特別好看的。這當然是比這個好看，我會自己加一點料上去。好，我們就先用國語配咯。好咯，開始咯。哈哈，那個基佬不在，我這是無敵的。你爹地我曾經說過，你在成都只能算是個蘿莉。成都超人，你他媽閉嘴，敬請評鑑。你不是去二拜嗎？聽着小孩，我是如此的愛你。好，我要把你送去成都。不要去成都啊！你給我回來。去哪，寶貝？自己邁開。不要送我去成都。好，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，自己去地牢等我。好，馬上去。好，這個程序就不用看了。好，接下來就係粵語版啦。粵語版用咩好咧？要特別有趣啲嘅。好，咁我已經諗好啦。哈哈哈，嚟噶咯，唔好笑啊！哈哈哈，只要訓導主任唔喺度，就冇人捉個電話噶啦。點解冇事嘅？你爹哋我曾經講過，你喺學校只能係個2打6嚟嘅咋。訓導主任，你同我收爹，同我慢慢睇。你唔係去咗捉人哋電話咩？聽住啊 BB， 你知唔知幾冧你部電話？好，我而家即刻送你304。哎呀，唔好捉我電話，你同我翻嚟啊！交你部電話先。你去邊啊 BB？ 屌，自己擘開。哎呀，唔好啊，我唔要俾你捉電話。唔該你，我唔想俾你記小過啊。好，咁我就俾你最後一次機會，自己鎖翻部電話。我而家即刻去。